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有一段時間呢冇同大家 update 滑板車嘅資訊啦。最近我就喺迪卡龍嘅網站呢睇到有呢部 Grabber 嘅 1K180 滑板車。呢部滑板車喺香港呢就應該好少會見到嘅。顧名思義，180呢就係嗰個車輪有180mm 嘅直徑，大車輪呢行出外邊呢會比較平穩，唔會咁容易撲街。另外一個賣點呢就係1秒摺疊，用隻腳踢一踢前車輪上面嘅部分就可以摺埋呢部滑板車。喺迪卡龍嘅網站你可以見到黑色同埋白色兩個選擇。黑色呢個型號係冇任何嘅手動剎車，白色嘅型號係有手動剎車嘅。如果係滑板車新手，可以選擇白色呢部有手動剎車，踩起上嚟比較安全。我哋可以喺列表上面睇一睇呢部車嘅賣點。第一樣嘢係1秒摺疊，第二樣嘢呢部滑板車可以承重100公斤嘅重量，手柄係有3個高度可以調校，車輪嘅直徑係180mm。呢部滑板車嘅淨重量係5.95公斤。如果想購買呢部滑板車，可以去到迪卡龍嘅網站購買。我試過去到旺角嘅門市，佢哋係冇現貨發售嘅。我哋可以睇下以下呢幾張圖片，了解一下滑板車嘅結構同埋重點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再見。